大家好，買樓唔簡單，做嘅識揀，我係 Vincent。今日同大家嚟到珠海嘅十字門睇華發咧最新推出嘅一個組團，叫做天匯。呢個項目咧有幾大賣點嘅。首先第一個，佢係而家在售嘅一啲小面積嘅單位58方嘅2房。85方嘅3房，咁再講啦，佢呢一個產品咧，其實有幾個特色。咁第一個咧就係佢個大堂非常之氣派，再上到去佢3樓咧，佢整一層咧都係一啲升級嘅會所嘅配套，包括有無邊際泳池啊、日卡夜酒啊、健身室啊、瑜伽室啊，同埋會仲有一啲會客室所有嘅配套咧，同港澳嘅一啲豪華會所咧係非常之類似嘅。咁而家講緊嘅價錢嗰方面咧58方嘅一個2房單位，售價咧只係130萬到150萬到，而85方嘅3房咧都係220萬到250萬。即係講緊呢一個價位喺十字門呢個片區買到呢個質素咧，其實咧都係非常之有性價比嘅。咁同埋咧呢一個盤咧，目前嚟講，亦都係會講緊有啲細積單位咧，係可以會有一啲反租嘅服務咁講緊嘅嗰個回報率咧，都可以去到3甚至3.5%。即係而家係未最終定嘅，但係參考翻過往嘅天聯嘅組團咧，都係會有類似嘅一啲咁樣嘅產品嘅一個回報率咁呢個係俾翻大家，如果係愛嚟投資嘅一個咁樣嘅參考。咁如果係作為自己用嚟講咧，85方嘅3房咁對比翻港澳嗰啲豪宅嚟講咧，其實咧佢仍然係有一個比較大嘅優勢嘅咁而家咧係一個應籌階段咁講緊今個月底大約29到30號最新嘅消息咧就會開盤。咁而家應籌咧，佢係會有一個應籌嘅特別優惠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先同佢聯絡。咁呢個階段應籌咧可以攞到個專屬優惠咁事不宜遲，我哋先同大家去參觀下佢整體嘅設計，包括個天台個會所，以至佢個示範單位佢景觀嘅情況。大家跟住鏡頭，我哋而家去參觀下。你諗住喺大灣區買樓退休，有冇諗過層樓啱唔啱你？有乜嘢地方需要留意？作為新手，做足功課先係對你最大嘅保障。我哋準備咗一份大灣區置業房中服指南，一次過話俾你知點樣揀樓、點睇文件、資金點樣過數，仲有最新嘅購房政策都列埋俾你。想攞到呢一份指南，好簡單，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哋，打指南2個字，即刻免費送俾你，幫你避開所有嘅置業陷阱。觀眾朋友，而家嚟參觀呢個係屬於58平方嘅交樓標準嘅示範單位咁從呢一個 lift 口啦入嚟門口個位置咁就到達玄關啦。咁喺門嘅後邊咧，其實有個玄關櫃嘅，咁鏡頭可以入嚟俾大家望一望咁其實按照58方呢一個積嚟講咧，咁呢一個玄關櫃咧個 size 確實做得唔細喎咁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咁甚至乎咧，比市面上邊講緊啲70-80方嘅咧，嗰啲玄關櫃啲仲要大啲OK。咁玄關對住咧就係個廁所嚟嘅。咁呢一個係全屋唯一一個廁所啦唔係套廁啦。咁佢會做咗一排個鏡櫃嘅做咗一排個鏡櫃咁下邊咧會有個星盤啦，同埋一個台面可以擺位置，可以擺嘢嘅。咁下邊咧就有啲收納櫃啦。再過嚟呢邊咧就座廁同埋一個鑽石型個淋浴區空間咧呢一個位置咧就相對緊湊嘅。咁同埋呢度以此相連咧就係一個生活露台呢度係望翻天井嘅位置咧，大約2個方。咁同埋預留咗個凹位咧，可以擺放呢啲洗衣機同埋一個擺嗰個熱水爐嘅位置嘅咁再入翻嚟咧，呢度就係一個廚房啦廚房佢做咗個開放式嘅設計咁星盤個位置啦擺電飯煲嘅位置啦，爐頭位咧上邊有呢個抽油煙機咧，全部都做好晒。咁包括呢個洗切位，下邊咧拉籃呢啲都係有嘅呢啲櫃咧都係齊嘅咁再過嚟咧，呢度就係客廳嗰部分啦客廳嗰部分。咁個開間咧約摸就係3米度啦。咁正常擺梳化擺個茶几、電視櫃呢一個位置咁作為呢個58方嚟講咧，呢個廳咧其實就還可以嘅。咁呢個方位咧就係望翻南向華發另外一個盤灣仔1號嘅。咁同埋呢個角度咧，咁喺左邊咧會望到呢個馬騮洲山個視野嚟講咧，都係算係比較開揚嘅。咁而家呢一個接近中午嘅時分啦，光線係非常之充足嘅。咁再過嚟睇啲房啦。
咁啊，總共有2間房嘅。首先睇一間細房先。呢個房咧就冇景嘅嚇，咁啊主要對翻個天井，主要功能咧愛嚟係通風嘅。咁呢度咧就相對嚟講比較細少少嘅。咁如果你要擺床咧，兒童床咧就 OK 嘅。咁大人咧可能會爭少少嚇。咁如果唔需要咁多房嘅情況下咧，可以將佢作為一個衣帽間。OK。咁啊再過嚟咧就到睡房啦。咁呢一個位置咧。喺左邊呢度預留咗個凹位咧，可以擺呢個到頂嘅衣櫃嘅。咁上邊咧呢啲冷氣咧都係全部做好晒啦。呢啲風口位 ，OK。咁呢度咧你正常擺咗一個5尺床或者6尺床咧都可以擺放得落嘅。咁三邊落床啦嚇。咁呢度咧個視野咧就比較之唔錯嚇。咁呢個方位啱啱好就係對住呢個馬騮洲山。咁啊左邊咧就係環宇天下啦嚇。咁而對面啲高樓咧，就係橫琴嘅金龍島啦，整個感覺同埋景觀視野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同埋呢個方向咧，城市界面都係比較之靚嘅嚇。咁呢個係嘅收樓標準，咁大家見到就係一個咁嘅狀況。咁我會再同大家睇睇擺放家私嘅一個效果，俾大家更加直觀地去睇翻佢個空間感係點。而家嚟睇呢個咧58方擺咗家私有軟裝嘅一個示範單位嚇，都係同樣經過門口入嚟咧，喺門嘅後邊咧就係呢一個收納櫃嘅。呢一個收納櫃咧，其實同剛才示範單位嗰個相比咧，佢仲會細少少添，因為佢後邊仲有一個到頂嘅一個收納櫃嘅。咁再過嚟咧，呢度咧佢係一個兩邊式嘅，即係對開式嘅一個開放式廚房。爐頭位置咧洗切位啦。同埋下邊咧亦都係有啲拉攬個一個收納櫃嘅。咁佢呢度咧就將個星盤咧就放喺呢度，類似一個島台咁樣嘅設計嚇。與此相連咧，呢度咧係會有一個生活露台嘅，大約係1個方鬆啲呢一個積。咁上邊擺咗一個洗衣機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對住個天井位置嘅。咁再過翻嚟咧，呢度就屬於飯廳嘅位置同埋客廳。飯廳咧其實就同剛才呢一個廚房嗰部分咧係黐埋一齊，2人飯台嚇。呢個2人飯台其實你擺出嚟少少咧，其實咧你坐3個人甚至4個人咧個位置其實都係夠嘅，因為佢將呢啲位置咧都係做咗收納櫃，所以變到呢個空間咧會相對地會出嚟少少。再過翻嚟到客廳一部分啦。呢度擺放咗家私，呢個唔係縮細版嘅，正常嘅家私。到茶幾再到電視櫃嘅一個距離，咁好明顯感覺到呢個空間咧其實還係唔錯嘅。作為58方呢個積嚟講。咁呢一個單位咧比較大嘅優勢咧，因為佢係屬於嗰個06房咁咧係屬於東向望住呢一個十字門小學呢個位置咁同埋前方有一部分嘅馬騮洲山整體個景觀視野咧係非常之開揚嘅。呢一個係個客廳一個情況啦。咁再過翻嚟咧就到廁所同埋2間房啦。我哋睇咗個廁所先。呢度咧就擺咗一個洗手盆啦，同埋一個淋浴區。淋浴區呢個就冇裝到玻璃趟門嘅，同剛才睇嗰個交標咧差唔多。擺喺座廁位置有側窗嘅。咁呢度咧就係剛才見到嗰間細房啦，都係嗰句啦，你擺床咧都係會偏細少少嘅嚇。咁如果你做一間休閒房或者係書房或者係衣帽間咧，呢個空間咧就還係可以嘅。最後咧就到主人房啦，同樣地佢都係預留咗一個到頂擺衣櫃嘅位置啦。呢個係5尺床啦，三邊落床。同樣地呢一個戶型咧，呢一個積數咧，其實同樣都係望翻出去十字門小學。咁而呢一個景觀咧，都係一個永久性嘅景觀嘅，因為小學而家最高嘅樓層你見到嘅已經就係咁樣。咁所以我哋目之所及嘅位置咧，成個視野範圍，而家示範單位講緊喺5樓啫。個景觀已經係非常之開揚啦咁而剛講緊58方呢一個尺數咧未正式開盤嘅時間，咁預計咧總價就係130萬到150萬度嘅呢個價位嘅咁如果愛即係買一個咁嘅單位作為度假又或者係作為一個你投資愛嚟去收租，咁據發展商去講咧。咁呢個租金收益咧，按照以前嘅，譬如講緊天聯或者係海悅呢啲咁樣嘅一個標準嚟講咧，大約可以去到3厘到3.5厘度咁如果平常自己用嚟去度假，其實呢個尺數咧都還 OK 嘅呢個總價咧，俾翻大家做一個參考啦。咁稍後再睇埋一個85方嘅3房單位嘅情況。好，而家嚟參觀呢個係85平方嘅3房單位同樣喺個玄關門口入到嚟咧。就
就屬於呢一個大嘅開間噶啦。喺玄關櫃咧，其實就擺放喺門口嘅呢一個位置嘅，咁樣過嚟。咁下邊有3格嘅一個擺鞋櫃嘅位置，上邊亦都有吊櫃。呢度咧配備咗呢個華發嘅智能控制系統啦。咁啊再過嚟到呢一度咧，都係做咗個收納櫃嘅嚇。咁呢個尺數嚟講，咁大嘅櫃咧，都係比較罕見。咁啊再過嚟到開放式嘅廚房嗰部分咧，都係對開式嘅佈置啊，爐頭位置咧。洗切位啦，咁佢將呢一個星盤咧，就作為一個倒台嘅方式咧，就做咗出嚟呢一個位置嘅。咁中意開放式廚房嘅朋友咧，咁相信呢種佈置咧，應該都還係覺得可以滿足得到㗎嚇。好啦，咁啊與此相連咧，就係生活露台啦。呢一個咧，生活露台大約係2個方左右嚇。咁啊呢度做咗收納櫃啦，同埋做咗一個洗控套裝。咁呢個方位咧，都係望翻出去對外嘅景咧，就冇乜噶啦。咁主要係作為一個通風咁啊晾衫呢個功能啦。咁就再過嚟咧，就到餐廳同埋飯廳嘅位置嚇。咁啊開間咧，咁啊講緊約莫係3米度啦。咁所以正常擺咗一個4人餐台。咁啊到呢一個餐邊櫃嘅呢個位置咧，其實個位置咧都相對嚟講係闊落嘅。OK。咁我再過嚟到客廳啦，呢一個開間咧，同剛才睇到58方嗰個咧都係相約嘅，咁啊擺咗個梳化、茶几到電視櫃嘅位置，咁大家可以感受下呢一個空間。咁呢一種戶型咧，其實都係冇主景觀露台嘅，咁直接咧就係一個落地嘅大玻璃窗。咁呢個方向咧都係望翻十字門嘅小學啦，同埋對面十字門嘅，譬如講緊環宇天下啊，同埋馬騮洲山。咁遠處咧可以望到橫琴嘅一啲地標建築嘅。咁整個觀感咧都係比較之開揚咁而85方呢一個3房單位咧，其實佢整層咧只係得2房嘅啫，分別就係在於兩旁嘅一個角位咁即係我哋而家喺一棟嘅。咁啊最靠近出邊嘅位置咧，咁所以整體嘅觀感視野咧係非常之開揚。咁呢一個係個客廳嘅一個情況。咁啊再過嚟睇睇佢嗰啲房間同埋廁所啦。先睇咗個客廁先。佢係作為一個3區分離嘅設計啦。星盤嘅位置咧就攞咗出嚟。咁啊擺放嘅位置咧其實都係比較寬闊嘅。85方嚟講咧係 OK 嘅。OK。咁下邊亦都會有啲櫃桶。咁啊再過嚟咧。到淋浴區同埋坐廁嘅位置啦，就比剛才58方嗰個咧會大啲嘅所以個空間咧都唔會覺得好逼嘅基本上 OK 嘅，同埋有呢個窗咧係對翻出去個生活露台。再過嚟呢度係第一間房啦第一間房咧同剛才所見到嘅58方嗰個差唔多，但係個好處咧佢係有一個270度嘅轉角窗呢一個方向咧都係望翻出去一個室外嘅一個外邊嘅園林景色嘅。佢個視野都係比較開揚。咁啊嚟到第二間房啦。咁呢間房咧就比剛才睇到嗰間房咧會輕輕大啲。咁所以咧你可以其實就住一邊牆身咧可以擺到一個1.2米床嘅。咁前邊咧可以做翻啲咁樣嘅組合嘅收納櫃啦。再到床個位置，再貼住呢一個飄窗個位置。咁仲夠位置咧可以擺放呢個書台嘅嚇。咁呢個方向咧。就同剛才所參觀58方嗰個朝向一樣，都係望翻出去嗰個十字門嘅小學啦，同埋前邊嘅一個十字門嘅比較開揚嘅城市景觀，同埋仲有部分嘅山景嘅，相當之開揚嚇。最後咧就嚟到主人房啦，佢都係個套房嘅設計嘅，咁啊由呢度開始咧就係屬於呢一個主人房嘅衣櫃嚇。咁啊呢個擺放位置咧其實就還可以㗎嚇。咁一個對開式嘅玻璃門，咁同埋亦都設置咗有啲開放格嘅。再參觀嘅套廁啦，坐廁位置、淋浴區同埋一個星盤嘅位置嚇。咁同樣地，淋浴區嘅空間咧都還可以嘅，唔會太過逼仄嘅嚇。咁同埋呢一個咧套廁咧個玻璃窗咧就對外嘅，個光線都係非常之好。咁再睇翻呢一個主人房啦，佢呢個係擺咗一個5尺床3邊落床。佢呢個好處咧就係一個轉角式嘅夾角嘅270度嘅玻璃窗。咁而呢個方向咧都係望翻對面嘅馬騮洲山啦，同埋十字門嘅城市景觀，對面嘅橫琴嘅地標咧都係可以見到嘅。作為85方嚟講咧，呢一個戶型個景觀係為最好，因為你望到嘅視野係最為開揚嘅。我哋今日咧過嚟拍攝嘅時候咧，都比較多人嚟睇樓咁所以大家都希望可以將就一下講翻85方呢一個單位嘅大概個價錢啦。講緊由220萬到250萬到
咁啊，作為一個3房2廳2廁嘅單位，喺呢一個咁嘅地段啊，咁啊俾翻大家做個參考嚇。咁如果你對個大空間冇乜太大嘅需求嘅情況下咧，中意呢種配套，中意呢種地段嘅話咧，我個人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嚟去對比下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嘅，咁啊預計呢個盤咧將會喺今個月嘅月底啊就會開盤嘅。咁所以有興趣嘅就盡快嚟聯絡我哋，嚟到現場嗰度去實地睇睇啦，好嘛？咁啊，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啦！